自行2023年12月初9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思想结局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赛亚书47章第10到15节。上主讲：在昔日巴比伦啊，落来坐点涂粉；少女加勒底啊，对宝座落来坐点涂骹。无人会阁讲你温柔，也是幼秀。气话就无抹面粉，面皮摕掉，裙长起来，露出大腿撩过膝。人会看到你赤身裸体，你的见笑会露现。我要报复，一个都袂放伊煞。阮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少女加勒底啊，入去黑暗的所在，恬恬坐，你袂阁再互人称作列国的女王。我有对我的子民发受气，互家己的产业受凌辱，甲因交伫你的手中。你无对因是怜悯，甚至用真重的担，互老人歹。你捌讲，我要永远做女王，所以无甲这个代志放伫心内，嘛无考虑代志的结局。当你这个爱宴乐安稳坐伫宝座顶的人，着注意听。你家己心内想讲，只有我以外无别个。我绝对袂变做寡妇，袂经验丧失囝儿的苦叹。毋过，伫一日内10000年久，这两项代志拢会发生伫你身上。死囝甲酒馆做一个到。无论你行偌济邪术，念偌济符咒，都无彩工。你自信做歹，无代志讲，无人会看到。你互家己的智慧聪明带入偏路，家己心内想讲，我甲上帝边大，无人会当甲我比。毋过灾祸会执着你，你毋知着安怎才会当甲伊赶走。灾害会降落伫你身上，你无法度甲伊除掉。伫你毋知的时，毁灭会忽然临到你。起来做你去念你的符咒，行较济邪术。你对少年的时就拍拼做这个事。安尼，你可能会成功，会互敌人惊甲要死。你因为人互你的计策伤侪煞野线，去叫遐个悬天上的、看星神的出来救你。因画伫初15有言将来的事。看咧，因会亲像灭国互火烧毁。因袂当救家己脱离火焰的威力，迄款火毋是会当坐伫边仔烘烧的温仔火。对少年就甲你交结、斗阵拍拼的人，带来互你的最后拢是安尼，因拢会伫家己行的路失迷，无人会当救你。思想结局，西满义唱的歌是台湾排湾族秀丧期间经常上演的桥段。为丧者透过西满义来吟唱甲故人之间的关联。有时阵，为丧者哭地唱地不知不觉，就讲出故人生前真侪无互人知的故事。当我有寡年纪以后，每摆甲好朋友开讲闲聊的时，拢会彼此提醒。毋管将来送先走，拢袂当故意用西满义的名
透露不堪回首、甲毋好公开的秘密。虽然听起来亲像滚笑话，毋过严肃看待人生结局的时，咱拢希望别人伫咱的告别式场安怎写满意，也是换一个场景，伫一场教会告别式，咱会希望礼拜中个人历历是安怎描述咱的一生。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关系先知以赛亚对巴比伦帝国的预言。巴比伦是当当时上界强大的帝国之一，因征服整个中东地区，搁掌握经济、政治的权力。当当时巴比伦强盛，通讲权势倾天，总是先知以赛亚却完全无保留预言巴比伦的毁灭。细读以赛亚书47章第19、15节，大概通分做3个主轴。第一是宣告对巴比伦的审判，第19、第5节。第二是细算上帝审判巴比伦的理由，包括无怜悯之心、狂傲自大，甲靠势家己的歹，第19、第20节。最后说明，伫上帝的审判前，巴比伦要求助无门，伊所倚靠的偶像甲邪术，拢无法度帮助伊脱离刑罚。第19、15节。对规段经文通看出，巴比伦上大的错误甲好根是骄傲，伊自称是王是父，自认是天下无敌，煞毋知伊只不过是上帝的武器，用来刑罚伊的子民以色列若定。当巴比伦毋若瓦定伊的权势，搁较借着偶像甲邪术，以上帝为敌，直到先知宣告上帝的话语讲：你捌讲我要永远做女王，所以无甲这个代志放伫心内，嘛无考虑代志的结局。巴比伦的结局提醒咱，无一个帝国是永存的，也无任何霸权是永久的。人搁再有权势、财富甲地位，也必须面对生命的结局。咱袂当袂记得，上主才是咱生命的主宰，咱只不过是伊手中的器皿。因为安尼，搁较爱用谦卑的心，甲伊同行同工。甲一般人安怎评价咱的一生，咱搁较应该在意的是，上帝安怎看咱的一生。希伯来书第9章27节指出，照所注定，人着一摆死后搁受上帝审判。保罗伫哥林多后书5章10节也讲，因为咱拢一定着徛伫基督的面前受伊审判。逐个人拢着照家己伫地上的身躯所做，无论是好也是歹，接受报应。咱兼毋应该常常思想家己生命的结局。历想有一句话讲：盖棺论定。当面对生命结局的时，我希望别人安怎评论我的一生。有一句话讲：盖棺论定。当面对生命的结局的时，我希望别人安怎评断我的一生。咱来祈祷，掌管历史的主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知影，你呼召我成做你手中的器皿，为着要活出你的形象。求主互我会晓思想生命的结局，搁对当中会晓安怎谦卑甲你同行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